台南市选会20号办理第11届立委候选人贺处抽签，依照选区甲当初登记的优先顺序，多数拢是本人出席，还是由代表代替。不过嘛，魏耀乾甲陈永和两位候选人是由主任委员代替抽签，有20位登记，最后19位完成资格申定。我们台南市这边总共有19位候选人参加今天的这个抽签的座位。那我想我们台南市选委会依据选罢法的规定，还通知邀请各位候选人来参加今天的座位程序。在抽签过程当中，民进党籍候选人抽到2号有4位上座。2号第2选区，2号郭国文。美德双全，非常战力。林怡景登记第2号，美德双全，怡景向前。这位表，这位赢，美德双全。会中以国民党籍阵营甲无党籍参选的候选人，嘛拢亲自到场抽签。其中第1选区坐电动轮椅参选的侯鲁泰，以及第5选区表明要为孙仔2号英文来参选的小林洪等等，总共有19位要来抢绿色。台湾好康，台南正义，台湾一定赢。坚持这里的靠山，坚持做大家的靠山。来，3号陈以信，南关焕新山；3号陈以信，南关焕新山。第2个正式抽签进前，候选人姚正宇突然间提出下剪贴的字卡，当面提予对手立委候选人陈天辉要求辩论，不过陈天辉并无接受，表示伫证监会得讲清楚。台南新闻军职何乔芳采访报道。